喺愛情入面，最痛嘅唔係失去，而係明知冇結果，卻仲喺度苦撐。最折磨嘅唔係對方嘅冷漠，而係你仲要不斷揾理由說服自己，佢可能仲在乎，只係未表現出嚟啫。但事實係，無論你點努力，對方嘅冷淡已經證明咗一切，佢唔係你嘅對的人，而你應該放低，解救自己。點樣先叫做一段唔值得嘅愛情呢？愛情應該係雙向嘅流動，係彼此同等嘅付出同珍惜。但當一段感情變成單方面嘅苦撐，甚至連基本嘅回應都冇，咁呢段關係就已經失去咗健康嘅平衡。你發信息俾佢，佢唔係即刻唔回，就係隔咗一日先敷衍咁覆返一句。你同佢講嘢，佢冷冷淡淡，甚至唔會正眼睇你，好似你喺佢心入面根本冇位置。呢啲細節係唔係你都見過？你會懷疑係咪自己做錯咗啲咩？甚至開始責怪自己，係咪我太煩？係咪我唔夠好？但你有冇諗過，錯嘅唔係你，而係對方根本唔在乎你。佢嘅冷漠並唔係因為你唔夠努力，而係佢根本冇將你放喺心上。你可能會問，我已經付出咗咁多，點解要放棄？但問題係，愛情唔係靠努力就可以換返嚟嘅。再多嘅信息，再多嘅關心，都唔會令一個唔愛你嘅人突然之間改變心意。真正愛你嘅人會主動走近你，而唔係令你日日靠猜測同等待嚟維繫。正所謂，留得住嘅不需用力，留唔住嘅不必費力。如果一段感情需要你咁用力去維持，甚至犧牲自己嘅尊嚴同快樂，咁你就應該停一停，問下自己，呢段愛情係咪已經偏離咗應有嘅方向？佢唔回覆你，甚至唔會察覺你嘅情緒變化，呢啲行為已經係佢嘅答案。佢對你嘅冷淡，並唔係因為忙，亦唔係因為有壓力，而係因為你對佢嚟講，已經唔再重要。你越主動，佢越冷漠；你越付出，佢越疏離。呢種互動只會令你越嚟越疲累，甚至懷疑自己嘅價值。當你發現自己嘅情緒每日都被對方嘅態度牽住走，甚至覺得自己喺呢段關係入面變得卑微同可笑，咁呢段感情就已經冇再值得堅持嘅理由。其實佢嘅冷漠係佢對你最清晰嘅回應，佢嘅心已經唔喺你身上。喺呢段關係入面，你可能已經習慣咗做主動嗰個，係你每日揾話題，係你製造機會，係你死死地撐住呢段感情。但當一段感情只得單方面嘅努力，咁呢段關係就變成咗一場自我消耗。你可能會諗，如果我唔再主動，呢段感情就真係完咗。但真相係，就算你唔揾佢，佢都唔會有半點察覺或者在意。呢段愛情已經唔再係屬於兩個人嘅關係，而係你一個人喺對方嘅冷漠入面苦苦掙扎。其實放手唔係輸，而係你終於選擇咗對自己好。當你停止揾佢，停止俾佢支配你嘅情緒同生活，你會發現世界突然變得平靜咗。雖然一開始可能會覺得唔習慣，但隨住時間推移，你會慢慢揾返屬於自己嘅節奏，重新感受到快樂。有啲人會話，咁放手之後，係咪就可以做返朋友？但事實係，當一段關係已經走到盡頭，返唔返到以前並唔重要，重要嘅係你有冇真正學識點樣同過去告別。如果佢冇珍惜過你，咁你亦冇必要將時間浪費喺你想象嘅如果上面。愛情應該係滋養彼此，而唔係榨乾彼此。如果一段關係只會令你越嚟越攰，越嚟越懷疑自己，咁呢段感情就已經失去咗意義。學識珍惜自己，係你重新開始嘅第一步。當你放低咗一段錯誤嘅關係，你會發現生活中有好多美好嘅事值得你去珍惜。你嘅時間同精力應該俾嗰啲真正識得欣賞同尊重你嘅人，而唔係浪費喺一個冷漠同疏離嘅人身上。喺愛情入面，唔係每段關係都值得堅持。
當你發現自己喺一段感情入面，日日都喺度自討苦吃，咁你就應該學識放手。放手唔係輸，而係一種智慧，一種懂得愛自己嘅表現。記住，你唔需要為咗一個唔珍惜你嘅人，犧牲自己嘅快樂。當你選擇放低，你就會發現，真正嘅愛情唔需要苦撐，而係自然而然嘅相互珍惜同扶持。珍惜自己，先係遇到啱嘅人嘅開始。如果你喜歡呢段視頻，記得俾個 like， 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仲有撳埋隔離嗰個小鐘仔，你就唔會錯過我哋之後更多精彩分享啦。多謝支持。